各位同學、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日係2026年2月28號嘅星期六，亦都係2月最後一個日子。咁啱啱過去咗昨天之後呢，就2月份期結啦，最後一個交易日就完晒啦。咁暫時去睇呢，嗱，牌面上呢度就過去嗰5個交易日，計埋上個星期五呢，呢支陰燭呢，其實呢度暫時真係唔係太理想嘅，會勉強守到呢度個底。2月份個底26289會唔會失守呢？我哋循例睇埋其他市場嗰個估計，先至再嚟睇翻我哋呢個恒生指數期貨，究竟係下個星期對好友有利，還是對淡友有利？美國三大指數勉強做緊3個底，叫做守到支持位。不過睇月線圖咧就麻麻地啦，因為翻轉頭，萬一失守呢個2月份個底，失守埋1月份個底咧，咁就會展開正式調整。所以如果好友唔俾佢沽落去47853樓下咧，要盡快升翻穿呢個49815，冇講破唔破頂先，起碼令到呢度變咗支持區，先至有希望上去試頂或者爆頂。唔係嘅話咧，過唔到呢個位，咁嘅話咧，喺呢度交易唔轉得翻好咧，好友唔好太樂觀住。呢個係道指 S&P 月線圖出緊陰燭，變咗佢做緊2個底。當然穿埋呢個，大家先擔心呢個比較遠啲。但係即使形勢上咧，S&P 話佢好差，又唔算，因為沽親落嚟喺啲支持區都有支持。呢度而家暫時仲勉強做緊個疑似頭肩底嘅形態。如果下星期翻嚟破呢個紅頂，起碼話俾佢知呢啲係支持。上唔上翻去阻力區咧？未知，起碼就算唔升都頂住，唔好俾佢沽耐先。咁星期一翻嚟，其實完咗星期一晚嘅美國三大指數咧，就究竟知道下星期一係出陽燭陰燭，會知得到嗰啲形勢有啲乜嘢變化啦。暫時 S&P 冇道指咁差，不過3個市場最差嘅就係納指。雖然做緊3個底，但係月線圖之陰燭最大就係佢。暫時做緊2個底，所以呢個21898不能失守。失守嘅話咧，展開正式調整。要止跌，唔好俾佢行去21898咧，好友一定要盡快上嚟入破翻呢個23320。唔破咧就喺呢度上落日失守嘅危機。上翻嚟呢度企得穩嘅話咧，最多仍然係上落市阻力區、支持區。但係暫時咧，納指唔係咁靚住，睇下好友可唔可以起死回生，奇蹟出現啦。咁美國三大指數咧，暫時睇落去最多係審慎樂觀，未曾轉翻好嘅，大家要留意。上證就繼續靚，因為底全部都一底高於一底，會唔會有機會破頂？破唔破頂都唔重點，重點就係唔好跌翻穿1月份個底3983，即係呢度暫時有2個支持位。睇形勢咧，暫時仍然可以審慎樂觀嘅上證。金咧又係可以審慎樂觀，因為上個月最後2日大跌2月第一個交易日都勉強叫做跌，不過跌完呢一棍之後咧，底做2個底，再做2個底，一路上翻嚟咧，成個形勢而家變咗係咁嘅。咁即係話咧，如果跌唔翻穿5000，5000受過挑戰噶，上升調整，上升調整，上升調整，都俾佢上升嘅話咧，即係話5000而家一個好重要嘅支持位，由阻力變咗支持呢個5000，所以呢度可以暫時變翻紅色。唔失守5000嘅話咧，最多5000到6000度行，5000到5600嗰度，5600嗰度行，唔好講6000咁遠先，5000到5500、5600度行，只要唔失守嘅話咧，喺高位橫行咧，睇有冇機會遲啲再破頂啦。因為暫時睇翻個月線圖咧，唔好講之前1月份、2月份都仍然係出緊陽燭嘅。咁如果計埋舊年12個月咧，到而家為止行咗14個月。得一支星體嘅陰燭嘅啫，啲黃金仍然係非常之強勢嘅。咁啊，睇完咗呢啲線索之後咧，睇我哋啲股票啦，700騰訊唔靚，破唔到543，仍然有機會跌翻去477.9，暫時騰訊唔靚。阿里巴巴不過141係支持，月線圖做緊內困，失守141要行翻去128嗰邊。如果要止跌反彈，冇講回升先，入翻嚟153.3先，
但係暫時睇形勢咧，未對好友有利，兩隻都唔算好靚。小米唔係靚，不過叫做冇咁差，因為未穿呢個底，未穿呢個底。如果唔穿呢個底，好友守到呢度個底，即係兩個底，破得翻呢個頂嘅話咧，有機會上嚟試翻呢啲頂，睇下入唔入得。下個星期睇下佢盡快入翻嚟36.05蚊，定再次跌穿34.62，就知道佢係想向上行，還是向下行啦。暫時就好淡增持緊隻小米。其他呢兩隻咧都唔靚嘅，3690、9618、3690勉強喺個底做緊三個底，不過全部都唔係咁靚咧。跌穿咗90蚊都預佢跌，不過咧未跌到60蚊。如果90到60中間就75，睇下佢會唔會落嚟試下75到70，然後先至止跌反彈。暫時形勢上咧對好友不利嘅，就9618、3690、9618一樣陰燭陰燭陰燭啊多過陽燭。103.2就係呢度個底，失手嘅話落去試100都失手試90蚊，即係暫時呢五隻科網股咧，嚴格上嚟講咧係冇一隻靚嘅，冇一隻靚嘅。睇下個星期會唔會奇蹟出現啦吓？388暫時叫做好啲，因為揾到個403、406，而家做緊兩個底，呢度又疑似好似想做頭肩底。如果係頭肩底嘅話咧，只要破得翻呢個頂，有機會試翻呢度2月份呢個頂，即係呢個頂。咁嘅話咧，而家暫時係咁樣，勉強嚟講計埋呢兩個頂咧，388做緊三角形嘅，破得到430呢個，令到430由阻力變埋支持咧，咁就對好友有利啦。睇下下星期會唔會盡快努力啦。388港交所5號仔仍然一枝獨秀，點跌都跌唔落。而家唔知佢個頂喺邊，會唔會破150？可以，會唔會去150到1200都可以。大前提就暫時唔好失手133先，133係呢個月個底，121.8就係1月份個底，呢兩個位唔失手咧，唔好睇太淡住，因為大家睇翻由舊年到而家出過兩支星體嘅陰燭，呢度星體嘅陰燭，即係14個月裏邊冇一支大陰燭嘅呢一隻5號仔啊，匯豐係非常強勁。咁睇完晒所有啲資訊嘅話咧，暫時真係唔係太樂觀住，我都希望今次估錯。下個星期係奇蹟出現，好有反攻，但係要好有反攻咧。嗱，首先睇睇呢個月線圖，月線圖舊年個頂係744，今個月過唔到，但係1月份揾到呢個底，即係話暫時有兩個底喺2026年289、705兩個底唔失手，仲有一線希望，唔會跌翻落去之前嗰啲低位。但係要止跌嘅話咧，即係話好友首先起碼要企翻上去27000先啦。咁27000即係上翻嚟27076，因為周線圖咧就非常麻煩啦。呢度而家做緊個頂，呢度一次、兩次、第三次，如果再穿318咧，即係連289都穿埋嘅話咧，即係破三線咧，呢度就要咁樣行落嚟試邊啲位，205、998、581，最大件事連個250151110都破埋，即係暫時咧唔係審慎樂觀，係非常危險。即係話下個星期俾2日時間好友，2日之內都升唔翻上26888企穩，小心啲好友。當然2日之內升翻穿27067企穩收市嘅話咧，咁就可以樂觀一啲啦。如果唔係嘅話咧，暫時26600呢度，如果穿埋26400，即係會穿26400嘅話咧，咁就會連呢個289都穿埋咧，連個200都穿埋咧。呢三個位剩翻個支持就係26000、25800、25700、25400，呢度就悲觀嘅睇法落去試底，樂觀嘅睇法就係升翻穿688，破埋呢個707，即係企翻穩27000，先有機會挑戰呢個頂27200、27444，舊年個頂，同埋4條7，即係上嚟27500到27800，但係破唔到呢兩個位咧，我就唔係太樂觀住啦，暫時不如如果咁樣諗，橫掂都想試底，不如落嚟穿下底先啦，睇下穿咗底之後，究竟落嚟試呢個26000啊、25700、25400有冇支持，揾到支持位再升翻轉頭嘅，到時或者下個星期睇下會唔會揾到支持位，再俾線索大家，或者喺低位嘅時候先睇下好友會唔會做好友反攻啦。好，今個星期嗰個每周功課又到此為止，希望大家有個愉快嘅周末周日假期。下星期再同大家做功課，拜拜。